做 podcast 可唔可以賺錢？答案係絕對可以，不過賺錢嘅方法可能同你諗嘅唔同，一齊睇睇啦。第一招係廣告贊助。當你有幾千個穩定聽眾，就可以接廣告。廣告通常分開頭、中間同埋結尾播，即係 pre-roll 同埋 mid-roll。第二招係會員訂閱。聽眾可以透過 Patreon 等平台俾月費，付費會員可以享受獨家內容，提早收聽，甚至冇廣告版本。第三招係賣自家產品。Podcast 可以幫你建立專業形象同信任，你可以順勢推廣自己嘅線上課程、諮詢服務或者實體產品。第四招係聯盟營銷，即係向聽眾推薦好用嘅產品，只要有人用你嘅專屬折扣碼或者連結買嘢，你就有佣金收。第五招係活動同演講，出名之後你可以受邀做嘉賓分享，記住先做好節目內容，建立觀眾基礎，賺錢自然水到渠成。